才无心情，要哭惊无声，阮是双声，你的看是几牛车，放阮的心在通听，假作不知影。问你需要啥人陪？问你心爱倒一个？我不是少年花，若是无心无情无爱，就予阮知。对心肝难，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梦，梦只听着心在喘。对心肝难，我将你放，默默期待我来亲一口。对你用阮的青春相送。哦，拜托，唔莫胡白讲好。若要做我的新妇哦，我要美丽大方。上重要的是爱门当户对。普通人家的查某囡仔想要做我讨嫁的新妇，春秋大梦免笑想啦。阿母啊，当我是咧甲你讲算笑，你讲啊尔啊济，就算我要甲人娶吼，人凡世上我年岁伤过大嘛无一定。啊，只要你老就好啦。我甲你讲哦，明仔载开始，我会安排一个有质量的查某囡仔吼，甲你相亲。我若唔信，就找无一个你嫁。阿母啊，姻缘是咧靠缘分啊，缘分若还袂够吼，你看那边用就无效啦。而且即马是啥物时代啊？要靠媒人婆来咧介绍。我甲你讲啊，即马若无我家己熟悉自由恋爱的对象吼，我是无可能甲伊结婚啦。阿姐好。你讲。你啊，你有面会就来报啊。你毋是讲去看守所要甲面会，啊若无看到人就倒转。宇哥啊，看守所警卫啊吼，讲袂用咧面会啦。你变啥的？是安怎袂用面会？你无问讲到底是啥物理由？我看阿瑞啊吼，行入看守所内面啊，迄警卫啊吼，大家拢早穿咧，我看到也要惊死啦。因讲啥物办案期间吼，惊会互相串通，所以袂用咧面会啦。后迄个代志，啊，阮做事大人去看囝讲袂用去，啊，即落影明明是，我来甲问看嘛，看到底是啥物理由？我来问不要清楚。李哥，你莫冲动好无？当内部就已经向控制，你就照人的规矩办代志啦。莫安尼冲动动安尼撞过，万不利吼，来看咱万不利是安怎啦哈？哦，因做警察，因有枪哦，因敢甲我拍死啊！唉，是无遐严重啦。我是惊你心情歹，走去后通人起冲突啊。到时阵哦，若是内部你看袂到，连你会去用哭去啊？哭去就到咧哭去，哭去我嘛当等内面看着阮囝。哈，你莫当啊讲五四三好无？啊，万不利你也去用哭去啊，你要安那？毋着烦恼死。来啦来啦，先坐落来啦，行啦行啦，去坐落来啦。你哦，小冷静一下，莫当啊匆匆忙忙啊无。人讲哦，紧事关办呐，安尼哦，代志才会圆满呐。我有听文弟啊咧讲啊，讲哦，律师哦，拢会当走去看守所内底哦去面会来报啊。所以到时阵哦，你着直接问律师来报情形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对啦对啦。放手！你完状。总经理，就是来送我回来，到这就好啊。这条路这尔啊，敢讲你唔惊？
无几步就到啊。以后不准你加班，你安全比啥物事较重要，知影无？好啊，你先行。总经理，多谢你这样关心我，真多谢。你等去困，明仔载准时上班。秀英啊，阿爸，秀英啊，啊你哪会遮尔暗才倒转？我着伫公司加班啊。要回来的时阵哦，我迄当日手夹的呢。好佳哉吼，有阮总经理，甲伊派人赶走，佮送我回来。秀英啊，你自细的时啊，就比恁大兄较捌代志，这点阿爸是真放心啦。也毋过哦，那恁阿嬷伫咧讲的，讲你即摆已经大汉啦，伊哦足烦恼，讲你安尼行这暗路哦，有人会对你高高低，所以万人代志哦，你得较细腻咧。阿爸，我知影。阿妈，你也还袂食，你来去，阿爸烫一寡菜你食。多谢阿爸。来宝啊，紧讲啊！你要叫我讲啥？你所犯的案件甲内容，自头到尾详详细细讲互我听。我是你的律师，会使伫法庭上来替你辩护。无迄个必要。你嘛真奇怪，本地来找我几啊届，拜托我来替你辩护，又搁讲恁兜环境无好，我嘛答应伊，我收你的律师费。但是汉尼啊热心要来帮助你，你反倒过来对家己的代志拢无咧关心，安尼敢毋对？代志已经行到即款地步，想要挽回嘛袂好。你敢知影我即阵的心情？我哪毋知影咧？当然是希望我替你辩护，互法庭来判你无罪，早一日来离开了看守所，等甲厝内面的人团圆啊！毋是，过去我的所作所为，已经犯着无可饶恕的罪。我即马阁希望讲，法官会当赶紧判我死刑，甲我拖出去枪杀，安尼才有法度洗清我一世人的罪恶。你所犯的案件是无可能判死刑。当然，我会尽力来替你辩护，请求着法庭，互你有忏悔甲改过的机会。也毋过像伊安尼，无论啥物罪行拢家己承担，你安尼做，只不过是互遐伫幕后伫塞弄你犯罪人更加逍遥法外。伊不只爱害你，也会搁去害别人。你敢甘心遐个歹人继续为非三做，来危害社会呢？啊，恁两个哪会安尼静静坐咱遮？我嘛无半句话啊。人讲运气若咧歹，人生你着歹。我安尼七早八早就踮遮伫咧顾，顾到即阵啊袂无啥的人客，若通阁继续落去哦，看要安怎着好。免烦恼啦，但你这人客拢嘛是老顾客，大家拢嘛懊恼到要死。伊若知影哦，你搁开钱哦，一定会搁转来的啦。上好是安尼啦，也若无哦，在是爱来改道啊。改啥物道？凊彩啊，有钱通好趁，有工课通好做，逐项就好。拜托的，你即摆身体初当的敢会堪你？谁人讲袂堪呢？医生特别交代的啦。医生的话也煞会听呢。医生的话袂听哩。我问你，假使若无医生，你即摆敢有才调坐遮？好啦好啦，拢听医生的话就对啊啦。医生就爱病人好啊，一天到晚拢嘛假讲在倒搭门床顶歇困。你无想过吗？这一个歇落去，钱是要对倒位来，三顿是要对倒来，要饿死啊！愈讲愈无款。哎哟，水果啊，搭讲笑拢讲笑，你搭嘴讲，毋通伤认真啦。啊，你也讲的嘛无毋对啊，即马初当的上好是莫做啦。对啦，我知啦。我即摆吼是讲啥做啥拢毋对啦。
后摆我就做 A 狗，我一句都无爱讲。为心波澜，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。水果啊，恁阿女哦，袂嫌一下啦，无像阮兜迄只，哎哟，一日到晚咧细细念，晚咧杂杂叫呢，我的耳孔哦拢挡袂牢，你知无啊？啊，等你耳孔是安怎？是我讲啊，你又要上过出来受伤。无啦，我就想讲，今仔咱耳孔安尼摇摇，原来是你转来的。来啦，你看卖啦。看啥啦？哎哟，你记忆实在有够歹呢！我中昼甲你讲吼，我要去算命先啊遐替美云牵文治吼，选一个好日子啦。我是去共千拜托万拜托，佮共洗红包呢。人迄个算命先啊嘛做认真的，踮啊算来算去吼，最后才有即个好日子的。是倒一工安尼啊？啊，毋是写伫咧遐。我看无。后个月初5啦。伊讲吼，咱美云啊选伫咧即天结婚吼，不但感情会汤甘蜜甜吼，而且佫会百子千孙哦。百子千孙哦！啊，毋知几来10栋楼厝才住来落呢。哦，安尼食饭的时阵，佮讲情，安尼强一个，啊，倒啊死一个人，才会活过来。啊，你是饲摆哦？哎呦，我讲你哦，是真比毛腿啊，佫较脆啦。哎呀，腿哥啊，歹势啦，我毋是迄个意思啦。刘丁啊，我甲你讲啦，我准备吼请一寡咱的亲戚朋友吼，啊，佮迄老顾客吼，拢总甲请来啦。我算过吼，差不多要办咧8条才有够。好啦，莫去讲啦。啊，你是咧 Q 啥啦？莫干那讲个大细声啦。我是讲唔对啊，还是你无同意啊？啊，毋是啦，你无看迄腿哥看阿女啊，心情遮歹，当今仔生理偌歹呢，这心内总要出的啦。啊，而且哦，内部也即摆佫去用关，你美婚的婚事，莫遐赶紧好无？当你是咧讲啥物笑话啦？迄内部红关看美婚啊结婚哦，这根本就是两件代志啦，一点仔关系都无啦。啊，万一内部红关一世人，咱美婚来对一世人唔通加？哎呦，看到你这个头壳，敢若猪脑共款的啦。你敢知影我为什么要急咧吼，叫美婚啊看文治啊两个囡结婚？我哪会知咧？我嘛是为着内部啊设想啊。人讲吼，碰到歹代志吼，办喜事会当讨一个好结条啦。啊，内部啊吼，咱嘛是自细汉看到大汉，算起来嘛是咱的事势啊。即马有掠去关吼，咱来当赶紧办一个喜事，甲迄细温冲掉哦，安尼嘛是真好啊。阿爸母，我回来啊。美婚啊。美云啊，我有好消息要甲你讲。啥物好消息？等下。有啊，啊你写啥？写计划书啊，为着一个成功的宴会吼，这事情就爱做周密的计划。美婚啊，你知无？恁母啊吼，愈来愈有学问哦。啊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啦？互恁讲我遐神秘着。恁母啊咧计划你的婚礼啦。真实的哦。当然嘛，真实的啊。美云啊，阿母甲你讲，我甲你这个查囝尔吼，迄个结婚典礼吼，我一定按咱的大饭店来举行啦。而且哦，我要请市长来做证婚人。啊无啊，你啉茶啉爱十条。有啊，啊市长你有熟悉哦？毋是讲咱熟悉尔，伊阁喊我握过手的呢。哦，我唔知影哦，某讲看市长遮尔有交陪啦。有啊，但是当时的时阵哦，你去看市长握手呀。算嘛正当咧选举的时阵啊，迄市长伫半路甲我邮票啊，人伊人足亲切的呢，佮过来一直甲我握手啦，啊甲我讲吼，以后我有啥物代志吼，就甲伊讲就好啊啦。啊，我既然要嫁查囝，迄代志遮大条，我当然爱嫁来做证婚人啊。对。哎，拜托，你是老糊涂还是老翻颠啊？哈，啊人市长咧选举的时阵，迄握过手的人哦，唔知几百万个啦。哎呀，下捌你这个阿狗嫂啊！安尼讲也是有理啦，迄市长吼，无定就真正无熟悉我啦。啊，毋过吼，咱巷仔口迄个廖先生啊，伊是伫咧市政府咧食头路的啊，我来拜托伊吼，绝对无问题啦。
阿母啊，你了神时吼，有啥物市政府是伫个一个单位咧服务啊？伫市政府停车场咧做管理员咯。等你两个是咧笑啥啦？哎呦，迄个管理员无一定会熟悉市长啦。好啦，你莫当安尼空思妄想啊，好无？让咱选迄个市长出来，你着互人好好安尼主持咱的市政，唔通叫伊来这证婚呐。你若要迄个证婚人哦，要找咱足伯啊，足伯啊，平常时啊对咱上好，吼啊，而且佫听咱美训，对无？美训你讲安尼好无？哎呀，这种代志吼，互恁两个老大人去决定就好啊。讲好母啊，咱咧贴吧吼，就莫黑白放啦。然后有的同事接到迄贴吧吼，拢嘛讲迄是红色炸弹，人也不一定爱啊。对，这我同意。啥物落一寡吼无定咧交往的，啥物亲戚五站，迄拢唔通放。啊若无吼，去互因伫咱尻川后讲迄个臭干辣椒的话哦，哎哟，迄个真正带衰哦。好啊啦，好啊，恁两个爸仔讲的拢对啦。安尼好啊，规气吼，这件婚事我拢莫插啦。文哦，玉啊，你一家之主呢？这美文的婚事，你当然嘛要做主啊。哦，我一家之主。嘿啊。安尼好，你对即摆开始去喙角拍的啦，点啊，转你的意见。总经理，我已经将所有的文件甲资料拢交吴小姐，职务嘛拢交代清楚啊。你薪水有领无？有，多谢总经理你的照顾。这2万块是算要互你的奖学金。啊，总经理，唔通啊！这钱毋是要白白互你的啊，是要互你专心读册，等候你毕业了后，转来替公司好好服务啊。瑞啊，你有甲款项交着无？拢款好啊啦。阿爸阿母，我要来去啊。钱藏得好势，唔通放去呢。我知影啦。阿爸带你来去车头。唔免啦，阿爸，你店面遐无用，我家己来去中华。阿爸，你的身体得家己较注意，知影无？知，你家己也共管。阿爸母，我来啊哈。谢谢哈。较早伊毋是上爱你送去车头，安尼即马我互你送。人会大汉啊，若较大汉啊，都有伊家己的想法。瑞啊，你敢无感觉讲咱查某囝嘛已经大汉？总经理，你哪伫遮？我本来想讲要送你去学校啦，啊，来中昼拄好有客户来，我家己亲自来去指教，所以我叫司机送你去学校。唔免遐麻烦啊，我坐火车真方便啊。我的司机会真细腻啊，若伊送你去学校，我才会放心。但你麻烦足歹势的。你哪来讲啊？吴小姐，我敢会当车配合你？希望你真紧就会使毕业，祝你一切顺利。多谢总经理。紧上车。月，我要出来坐。你是要去倒位啦？今仔菜市啊休困，我想要来古市行一下。但恁古市是要创啥？我听人讲吼，最近古市哦，搁起起来啊，想要来看卖啊啦。免啦，但咱厝内面也无偌济钱啦，咱敢有钱通去甲人买股票是？我是想讲，卡厝古市若搁旺起来，咱会用借钱去买啊。借钱买股票，
要万一若去互跋落家，也毋煞死路一条。话搁公倒转来，借钱敢遐尼简单借了？你无听人家讲，有钱的时阵啊，亲情就一大堆啦；若无钱散食的时阵啊，一寡亲情就拢走了了啦。想要共借钱，要甲相借，莫安尼消贪啦。是讲吼，你讲的嘛对啦，即马谁会借钱互咱？唉，也毋过卖菜生意愈来愈歹，大部分拢互超去市场抢去，咱搁趁嘛是趁食尔。这是有影，时机真歹，三顿啊顾好就好啊，无要安怎？好啥物？你有想过无？秀勇已经大汉了呢，伊早晚拢要嫁人，假使咱头若伤散车，会影响到伊的婚事。所以我毋才想讲要趁一寡钱，互秀勇准备加嫁妆。毋过想来想去，实在是想无有啥物头路会当做。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空，诚心诚意也无采购，爱情拢是掠人是。为何我有讲不出的话，等你一生，等到死。